歡迎大家嚟惠州。我哋中國香港藝人網球聯盟咧 A Team 咧，真係好榮幸可以嚟到呢度嘅，同埋最緊就係多謝今次嘅活動籌備，就係惠州新動力啊！冇佢哋嘅安排咧，我哋冇呢個嘅網球活動啦。今次喺惠州，我哋就見識到惠州佢哋嘅網球員，佢哋真係好犀利，即係我哋都學到嘢，真係。希望今次係第一個好嘅開始，跟住陸續有嚟。我哋亦都喺參與其中，亦都打得好開心，整體氛圍非常之熱鬧，搞得好成功。咁今次參加呢一個網球活動啦，咁亦都可以同到唔同嘅朋友仔咁一齊打下波，以及會友咧都係一件非常之開心嘅事。咁就可以做到呢個惠港共融嘅一個文化交流，我覺得非常之好。兩地交流比賽很難得，然後也歡迎香港明星隊下次繼續過來。嗱，粵港澳大灣區呢度充滿活力，惠港同心，齊齊發力，惠州新動力，灣區齊發力，支持惠州新動力，支持惠州新動力，歡迎香港青年嚟惠州，歡迎香港青年嚟惠州。所以歡迎香港嘅朋友仔嚟到惠州，支持惠州新動力，一齊向前衝！